即马无论是伫咧网络顶买物件寄来厝里，或者是要将物件送互人、寄去互人，每一年拢有上千上万的包裹伫咧全世界寄来寄去。不过其中嘛有一寡找无住址，或者是去互摕转来的，这包裹是走去倒位，安怎处理呢？伫意大利有公司是专门咧收这种包裹，伊家整理了后摕去拍卖。 而且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伫咧也未买进前是袂使拆开的。落尾手会买到什么款的物件，是赚也是了，全部靠运气。伫意大利罗马一间购物中心举办一场特别的大小卖，这卖毋是过期的商品，是来自欧洲各国别人注文，毋过最后无法度送到的包裹。而且每一位人客要经几件包裹拢会使，以每公斤固定的价数称重卖出去。 唯一的规则就是包裹伫介绍进前拢袂当拆开，爱买落来才知影内底是啥。On a besoin, c'est aussi un moyen de pouvoir acheter quelque chose d'assez ludique sans forcément dépenser des fortunes. Donc il y a aussi un moment de réconfort aussi pour certaines personnes. 伫欧洲，逐年拢有数百万件包裹无人认领。常常看到的理由之一是地址贴唔对去，也有的是伫运送的过程发生损伤，毋过买卖双方拢无愿意接受。 最后包裹就变做粪扫，也浪费生产甲运送的资源。都有一间法国的公司专门对 Amazon 等线卖商手头买下二手的包裹，佮用俗价卖互顾客。这间公司的创办人伫新冠疫情期间，就有几件包裹拍毋见，虽然得到赔偿，伊犹原好奇这个包裹最后会去倒位。落尾伊想到这个无惜，毋但减少资源的浪费，也互意外捡到宝的民众真欢喜。 Molti potrebbero dire questa è la buona sorpresa, ma secondo me è questa. È una zappa, cioè è utilissima. Io vivo in campagna, devo sempre piantare i fiori e faccio col cucchiaio quello per mangiare la minestra. Non avrei mai comprato una zappa di mia spontanea volontà. Invece 这款的活动反应是真好，目前已经伫7个国家举办过相像的活动。活动主办方按算这届会卖掉10吨重的包裹，会有3000个人来参加拍卖，其中有800人会买包裹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